政府还有减税好消息，这是立法院昨三读所得税法的修正条例，一年一个人会当加12万，中照特别扣除额，都有定这个排付条款。民进党党团有5万，若国民党团是无满意，认为讲减税减无够，话讲应该爱甲特别扣除额提悬到一个人24万。打卡车片饲饭，才会长期照顾的工课。总是有外人看袂到的辛苦，政府为着要减轻民众伫个这个长期照顾的负担，立法院三读通过所得税法修正案。只要是卫福部认定是身心适龄的人，无论是请看护，也是送去长期照顾的机构，甚至是厝内人家己咧照顾，一个人逐年会当增加12万长期照顾的扣除额，并且佫定排付条款，月薪10万以上的无下用，差不多有29万人来受到帮助。长照有很多补贴的措施，它给扣除额是其中一项，据我知道了。这个扣除额基本上对于薪水阶级来讲，父母老了之后，他能够有这个扣除额，能够减少一些所得税的支出，实际上对家庭支出来讲是很有帮助的。应该还 OK 吧？应该是说有小孩也可以减，会比较好啦。民众对政府减税的实施，感觉真赞成。不过国民党团却认为讲，一个人当年12万，对长期照顾的家庭来讲，恐惊是要无够额。当然不满意，长照1年12万，也就是1个月1万，真本不够，根本不够。在野党通常都会加码，那这一点大家都当过在野党，我们可以理解啦。但是这个加码有没有道理？除了这个长期照顾的减税，这边的修法，阁要定一般讲的这个名目条款，上班族会当对这个薪资所得税、扣除额、申请学习检图、地装费、职业工具甲进修费，会当扣总所得的3%。政府拼减税，要让民众感觉较安踏一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